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就要嚟介紹蓮花北站嘅車站指南。上集介紹完上梅林站嘅車站指南，今日集就到蓮花北站嘅車站指南。咁封面色系就用呢種紫藍色為主啦。咁有啲好似做大戲嘅人們啦，就有無龍無獅嘅感覺啦。咁左邊呢份呢就2011年6月嘅，右邊呢份呢就係2025年12月嘅。個 MTO 港鐵 logo 咧就搬咗右上角啦，然之後呢個紅框就變咗呢個底線啦，然之後呢個就係嗰個網址咧就刪去咗啦，然之後個蓮花北站個字咧就搬咗喺左邊嘅，即係呢邊嘅。呢個就應該係我數一數二最舊版本嘅車站指南啦。好，然之後打開咧就有呢個嘅少少嘅公司簡介啦，同票價表嘅。大家有興趣可以停低嚟睇睇嘅。咁我哋主要嚟睇呢個，我哋會用嚟呢個2024年12月上一個版本咧，就作一個對比嘅。就有呢個搬咗左邊啦，然之後白黃嗰度係轉翻白黃啦，然之後呢個開通站點咧未開通餘下啦，以前未開通嘅就呢啲啦。呢度就唔長講啦，因為之前都講過好多次，7000幾次可能都有。然之後我哋直接睇呢個啦。我哋喺蓮花北站啊，呢個唔係轉車站嚟嘅。呢個就係你見呢個嗰個名都唔同嘅。之前就係有呢個咩線路介紹，嗰個咩時刻表。嗰個設計唔同啦，你見呢啲嘅嘢，呢個舊版嘅設計唔同啲嘅。然之後後面嗰個街道圖啦，呢個唯一特別嘅版本啦，即係比較舊嘅版本啦，個街道圖嘅設計係十分唔同嘅，你見同而家嘅。比較似港鐵嗰邊有標明呢個幾多號碼，就唔係寫字喺上面，然之後又跟翻呢個數字啊，然之後話俾你聽，即係大家覺唔覺得似而家嘅港鐵嘅車站指南嘅版本啊？但係以前都類似咁嘅樣嘅。然之後呢度得 ABC 啦，隔離出口咧更加有冇港鐵 feel 啊？然之後呢度就係4號線嘅蓮花北站嘅範圍啦。然之後呢邊就係蓮花山公園嘅。我哋就嚟睇下。呢個就蓮花北站啦，就有條4號線喺度嘅，即係呢度4號線啦。呢邊就係咁嘅。然之後就直接睇呢個地標方面啦。地標方面咧，又係變化超多嘅。以前呢個地標都有數字比較容易好數嘅。20個。我而家中意而家冇個標示數字咧，就好難搞嘅。我就覺得成個學校咧，俾人唔知點解搬走咗，扯走咗，唔知點解唔見咗。以前都係一個學校啦，而家唔知點解俾人扯走咗，唔見晒啦。然之後住宅方面咧，就係刪去咗最後尾嗰5個嘅。呢度有位置調動啦。呢度唔長講啦，長講我講到天光都未講得完噶啦。然之後公共服務及設施咧，原本公共服務及設施咧，又有啲搬過去文娛購物嘅，即係例如呢啲公園啊，即係蓮花山公園啊、彩田公園呢等等嘅，同埋啲圖書館、藝術館嘅，都由呢個公共服務及設施搬過去文娛及購物嗰邊嘅。公共服務及設施就有呢一堆啦。呢度有個呢個醫院啦，然之後嗰個呢啲服務中心啦，然之後有啲嘅呢啲嘅警察局啦，然之後有呢個唔知點解叫警察局啦，而唔叫派出所嗰啲嘢。然之後呢個綜合法局啦，然之後呢個派出所嘅，然之後呢個深圳市水務局咧，以前就得呢個市水務局嘅，而家加返深圳前面啦。然之後好多社區嘅，呢啲都冇變過嘅。然之後就
主於大廈啦，主於大廈就加咗呢個富聯大廈啦，然之後個新年大廈啦，同埋連豐大廈嘅。然之後呢度有學校啦，學校呢度嘅唔係刪去咗，係搬咗過嚟呢度。唔知點解一開始眼殘睇唔到啦。咁就有呢個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呢個附屬彩田學校嘅。咁呢度係應該冇嘅。然之後呢度個新田幼兒園啦，就係喺呢度嘅彩田幼兒園啦，就係呢個咩深圳市彩田幼兒園啦，冇咗深圳字嘅，咁其他學校就消失咗啦。然之後睇下呢個公共服務及設施啦，咁就係呢度嘅，呢度有公共服務及設施啦。咁以前好似呢度得個站名啦，就冇嗰條線嘅，咁你都加翻一個線名啦。然之後呢個就2011年6月嘅，咁係十分古老啦。然之後就係呢個位置圖嘅。咁以前呢個地標方面有寫呢個主要大廈及街道嘅，咁而家冇標誌嘅。然之後就有呢個蓮花北站，唔知點解有3個站啦。蓮花北站區圖啦，有啲有趣啦。咁而家叫蓮花北站嘅空間示意圖，即係我俗稱嘅位置圖嘅車站位置圖啦，咁講。然之後比較多啊，有啲論盡啊。咁呢邊都可以刪多一頁。咁有呢堆出口啦，有 A、B 出口啦。咁以前個係咁樣嘅。同舊版即係之前介紹嗰啲版本都2012嗰啲版本都類似嘅。咁呢個就係呢度以前咧就係稱呼為龍華線嘅4號線龍華線啦，就唔係4號線往巴嘅。咁呢邊往福田口岸，呢邊往牛湖嘅。咁呢邊福田口岸牛湖啦。以前咧就到呢個清湖嘅啫。得4卡車嘅。以前嘅設計咁啦，咁而家設計係咁嘅。洗手間嘅隔離就加翻幾個logo 啦。之後就係2011年6月啦，2024年12月同2025年12月嘅。咁我哋就準備睇呢個車站資訊，咁喺呢邊嘅。咁呢邊咁啦，然之後呢邊就係咁嘅。然之後呢邊就擺翻前面，咁好啲啦。然之後蓮花北站一開始嘅開站時間為早上6時28分啦，然之後變6時17分啦，然之後就係冇變過嘅。咁關站時間一開始就晚上11時30分，然之後變0時03分冇變過嘅。然之後往福田口岸首班車咧就係早上6時49分啦，然之後變6時27分啦，然之後冇變過嘅。然之後晚上每班車就晚上11時19分啦，然之後44分冇變過嘅。咁往牛湖方向首班車同尾班車都一樣嘅。咁往清湖方向一開始嘅首班車為早上6時38分，尾班車就11時08分啦，然之後就11時53分，然之後就冇變過嘅。好啦，所以今日集嚟介紹呢份嘅蓮花北站嘅車站指南呢，就到此完畢啦。我哋下一集將會嚟介紹少年宮站嘅車站指南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